大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先别进去，啊？等会儿再进去。为什么呀？不好跟你解释，你就待这儿就行了。是不是少爷和夫人在里面吵架了？那我进去劝劝他们。不是，和好了。你就别掺和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进去。不用等，我们走吧，别打扰他们了。走吧。大小姐，你喝吗？结账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出去！走！散了！起来！快点！走啊！出去！都出去！你呢？快点！赶紧的！大哥，这边。哎呦，嘿，三爷，您今儿想喝点什么茶？去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给我上来。好嘞。啊，让那小娘们儿下来陪我喝2杯。这，你瞧瞧这小娘，姿色不错呀，是不是啊？不行啊！行，盘，来，过来。来，坐爷腿上来啊！哎呦，这么香啊！是啊，挺香，真香啊！这小娘真不错啊！来吃。你看我干嘛呀？你也想坐我大腿上？没有，拿杆那还不赶快拿酒去？好，快吃！拿酒去！哎，好，去。哎，爷爷给你包个花生伺候好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吃，亲一个啊！哦，来亲一个啊！亲一个呀！亲一个！老大，没事吧？谁他妈打老子？打的就是你！妈的，你他妈活腻了吗？给我往死里打！打他！牛啊！就你兄弟！你看看打坏了！啊！怎么办呀？打！求求你别再打了！求求你别再打了！滚！打呀！老大，怎么了？好像出人命了。哎，起来！我怎么样？他自己撞的，对吧？这不关我事儿是吧？净给老子坏事儿！老子前脚在他李记茶楼收了钱，你后脚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给老子杀了个人，你让老子以后怎么收钱？是，小的也没想到这娘们那么脆啊！我当时就是一扬手，他就渴死了。虽然我告诉你，宋老三，再干坏老子的事儿，老子一样可以帮了你。是，司令，饶小的一命，小的就出去给您收钱去。司令，您找我。你杀人的时候，周围还有什么别的人吗？除了小的和几个手下，还有李老板和他的伙计，还有刘家的二少爷。
刘家二少爷也在呀。这事说起来，都是因为那个刘家二少爷先打的我。若不是他打我，我也不会失手把那个人给打死了。小的下回肯定不会再给您惹事了。求您看在小人为您。去把刘家二少爷给我抓回来。罪名嘛，暴力妨碍军人执法，以致无辜百姓死亡。他刘家要是想赎人，拿钱来吧。司令，刘家之前已经交了不少税金，这样会不会？怎么？你敢烦我？是。司令，谢司令给我机会，谢司令。出去！废物！我没有杀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杀人，那人不是我杀的，爹！张副官，张副官，我儿子没有杀人，我儿子没有杀人啊，张副官，你放了他吧。张副官，我家孩子虽然做事鲁莽，但是纵然不会做出杀人这种事情。请张副官，你拿出证据。若是这个女子之死确实和我家少坤有关，不用你们抓，我自己都把她送去。刘老板，是非马司令自会公断，你现在阻拦，只会让情况更糟。带走。哎，爹，娘，爹，娘，真不是我杀的，真不是我杀的，是宋老三杀的。少坤，少坤啊！哎呀，娘，爹，宋老三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，爹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夫人回房，快去。不好办呐。司令，这些金条最起码也值2万大洋，这还不好办吗？这事儿啊，在我的队伍里都传开了，一个个都嚷嚷着要给宋队长报仇呢。要不是我压着，这会儿啊，都到你家门口了吧？那以司令看来，需要多少才能放了我儿子？刘老爷快人快语，我喜欢。3万，13万大洋。是，马司令啊，实不相瞒，现在就算让我倾国所有的乡景，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我这。刘少爷年轻有为，可惜了。好，请马司令不要为难我儿子，我这就回去走。马司令，告辞了。你怎么了？马永奎给邵坤安了一个杀人的罪名，强行押走了他。邵坤，他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啊，他不是这种人。邵坤他当然不是，可是马永奎是。这些军阀为了扩充势力，巧立名目，大肆敛财。邵坤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那个马永奎，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。可是，他要干什么呀？他开出了13万大洋的赎价。什么？我爹把刘家所有的现钱全都拿了出来，学校的资金我也最大限度的挪出了一部分，可是还是不够。
还差多少？5万大洋。我去想办法。东宁，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啊？你爹娘不生气啊？我们程刘两家本来关系就那么差。少乾，少坤是你弟弟，就也是我弟弟。问题都是人解决的，只要你我不放弃，我相信未来程刘两家之间一定会好的。相信我。嗯。现在，他们还差5万。这帮畜生！现在人还在他们手上，我们可不能乱了方寸。我们此次帮刘家，可以说是雪中送炭。刘家定会记住我们的恩情，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，缓和两家的关系。可景墨之前不顾我的阻挠，收回了2大茶园。现在，我们正是非常缺现银的时候。是啊，这5万大洋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确实是不小的压力。整个无县能拿出5万现银的，怕是只有我们程家了。这件事也掺了我的私心。我与少乾一同去英国留学，相恋多年，早已情根深重。景墨，我知道现在让你的茶行拿出5万现银来是个任性的要求，可是这5万现银也关系着刘少坤的性命啊！就算小姑姑求你了，你帮帮他吧。东宁，你也知道这2家的状况，你和刘少乾在一起，若是你爹知道了，是不可能同意你们在一起的呀。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这一生，若不是他刘少乾，我宁愿孤独终老。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茶品都低价出售，或许可以再勉强换一些现银来。我答应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从刘兴洲手里收回我们程家的4个茶园。等等，你这哪是提条件啊，根本就是给自己雪上加霜啊！毕竟那4个茶园的亏损，比起寒山茶园，根本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收回茶园一直是我的心愿，有些事我必须要去做。可是你这样做，太不理智了。景墨，要不你们再商量商量？不用了，小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刘家那2傻子就这么轻易的死掉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和少乾的事儿，这件事情，除了我和秋水之外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景墨，秋水，谢谢你们。那我先走了。景墨，我也想帮刘家，我也替东宁着急，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为何又要揽下这几个烂摊子呀？你记得吗？之前我跟你说过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。走茶随气。不错，我要像我爹当年那样，出去走茶。我要让我们程家的茶叶走出这个小小的无限。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一品名风。我要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程家的茶叶
所以这需要更多的茶辆储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4家茶园茶叶机制亏损严重，但我有自信，让它在我的手里重现昔日的风采。可如今这外面的世道太乱了，走茶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。现在是一盘死棋，马永奎今天能坑刘家，明天就能坑咱们程家。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，倒不如走出去，会有更大、更多的机会。可我现在还是没有底。走茶太辛苦，而且外面这么危险。你别忘了，你爹就是积劳成疾。没关系，我还年轻，出去闯一闯，总会有更多的机会。相信我。那……喂，敢不敢和我一起浪迹天涯？我才不怕。那好，我要带你去上海。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，更是自由的天堂。金墨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借给刘家5万大洋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连带着承担几家茶园的损失啊？你还嫌咱们家不够困难？我是坚决反对。刘家那小子的死活与我们何干啊？你何必做出这种伤筋动骨的事儿？你让以后我们客家怎么办呢？啊，大爷爷、三爷爷，这次借钱，一是雪中送炭。如今军阀大肆搜刮，我们程刘2家必须互利共赢。再斗下去，只会两败俱伤。2是完璧归赵，能让我爹的在天之灵再次看到一个完整的程家。3是继往开来，景墨已经做好外出走茶的打算，正好解决那几家茶园茶叶囤积的问题。走茶？你疯了？不错，就像我爹当年那样，外出走茶。只不过这次我目标明确，我要直奔上海，去闯一闯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他现在真有点他爹当年的风范啊！啊，大爷爷，这一次我要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说的那么简单，可走茶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啊。我看呢，让这孩子去磨练磨练吧，我相信他。但是，咱们程家一定要新奇呀。那可说好了啊，以后分红，可一分不能少了我的。一言为定，等我接各位叔伯回来团聚。程家的恩情，刘某没齿难忘。刘老爷，如今马永奎在无限兴风作浪，你我都难以独善其身。往后你我2家联手，定能渡此难关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事不宜迟，快去赎刘少爷出来吧。那我就先行一步了。爹，你生前和我说过，程家不能散。今天，景墨把8大茶园都收回来，程家
又是原来的程家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刘少坤，这次为了救你，刘家倾家荡产，程景墨的水墨茶行也是倾囊相助，只为赎你一条命出来。以后要记得谨言慎行，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好人。张子庸，你不是个坏人。你还有很多路可以选。马永奎无恶不作，你跟着他只会害了你自己。不如离开他，我们一起扳倒他。我不像你，我是个孤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要守护的东西比你简单多了。是啊，其实我在里面想了很多。也想明白了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你为自己而活，为别人而活，这都不是大义。真正的大义，是为众生而活。你觉得，你自己就算再幸福，又能怎么样？张子庸，你以前是个小警员。日子虽苦，却爱护百姓，备受拥戴。备受拥戴，被你们这些有钱人家仗势欺人的少爷欺负，被抢去心爱的人，这叫备受拥戴吗？啊！赵新明做尽恶事，仗势欺人，这叫爱护百姓吗？你们军阀呢？啊！你们军阀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宋老三杀了人，再在我头上。这样的人管理诬陷，不会比赵新民更好，只会更糟。今天出了这个大门，你再敢让我听到这种话，小心我一枪崩了你！张子庸，未来会是一个新世界，好人一定可以用好人的方式活下去。坤儿，爹，爹，爹，坤儿，坤儿，少坤没事儿，都是少坤的错，都是少坤害了你们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。今日我们8大茶园齐聚，实属不易。咱们程家虽然历经波折，但我们始终是一家人。今后，我一定会好好打理程家的生意。静默说的对呀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要一条心。静默，你放心吧，今后大家都会全力支持你。是啊，是。从前景默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认为走茶吃力不讨好。如今我才明白我爹的这个思虑。如果我们不试着闯出去，就只会坐吃山空。今天各位长辈都在，景默也说明一下自己的想法。程家不能散，是我爹临终前的话。我们程家人心不要散，更不能散。程家祖祖辈辈传下来制茶的事业不能散。各家茶品自有好坏，还要看天吃饭，谁都不能保证这一辈子只有自己的茶挣钱。但我程景默再次向大家保证，只要我程景默在，程家的茶叶就一定能卖好，各家
就都有红利可分。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也应该给景墨一个机会，让他出去闯一闯。对，而且我们不能再有二心了。对，这次外出走茶，我留一半茶，带一半茶，留下来的茶继续放在水墨茶行出售，按老规矩发放红利。外出走茶市价高，定能赚回大笔。不管谁家的茶卖得好，谁家的茶卖得不好，都按老规矩，照样分红。大爷爷，您放心，这次景墨出去，定不负大家所托。相信你。接下来要给你们安排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水墨茶行就再由你来打理了。少爷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对了，其他的几家茶园就交由乔叔和梅师傅一块照顾了。少爷，我也想跟您去上海。乔叔，这此去路上危险，您年纪这么大了，就别跟着我们瞎掺和啊。再说了，您可别忘了，这程家上上下下可都是您的兵，大家心齐了，做什么都能成。是。小姨娘和我一块去。少爷，夫人的身子娇贵，不如让寒生跟您。寒生脑子那么笨，他去了上海没什么用。就是啊，寒生脑子太不好使了。乔叔，你不知道，这上海人啊，可会做生意了，脑子都灵光的很。小姨娘脑子那么灵活，我身边正缺一个像她这样的得力助手。少爷说的对，夫人那么聪明，肯定能帮上忙的。哎，少爷，我也想去。你还不如寒生呢。好了，少爷逗你的，当然要带你去了。真的？谢谢夫人。喂，你谢他了，那我呢？谢谢少爷。你还是别去了。谢谢少爷。没事，他不带你，我带你。还有夫人带着我。停车！下车！下车！我靠，什么味儿这么臭？啊！怎么不行？姐姐，姐姐你没事吧？不行了，姐姐。好痛！姐姐你没事吧？怎么这么臭？大哥，我们是养猪的，您看我媳妇都快生了，您就行个好，放我们回老家生孩子去吧。走，快走！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行，里面什么人啊？给我下来！怎么回事啊？大老远的就听里面叫，怎么这么臭啊？说是养猪的，赶回老家生孩子呢。养猪的？养猪的能有这么好的马车？你是他们养的猪啊？下车！老子说话没听见，都他妈给老子下来！还有里面的。别磨磨蹭蹭的啊，赶紧啊！哎，哟，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这不程少爷吗？哎呦，这小胡子粘的啊！唱戏去啊？宋老三，既然你知道是我要出去办事，还望你能行个方便。
哟，这程少爷倒是挺上道啊。不过这点钱就他妈想打发我，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？你还想干什么？来，程少爷还记不记得小春风的故事？我警告你，宋老三，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，我跟你拼命到底！威胁！抓起来！哎，把那个小姑娘给我抓起来啊！少爷，少爷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！叶青，这怎么都扮上了呀？唱的是哪出戏？放开他！我们上回没叙完旧，别碰我！咱们叙旧去啊！老三，你混蛋！叙旧去！放开他！宋老三，给我让开啊！放开他！宋老三，谁他妈开枪？张子勇，你干嘛？张子勇，你干嘛？宋老三，我告诉你，你杀谁抢谁我管不着，但你要是敢碰这个女人一根手指头，我一把弄死你！老大，我定下的军规，你们难道都忘了吗？你们各自回去领50个军棍，滚！你们是吧？可以让我和秋水说句话吗？那个叫马婉如的姑娘很好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你知道她？看得出，她是真的很喜欢你，甚至为了让我和你在一起，不惜来求我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勉强不了，比如我和她。对，还比如我和你。子勇哥，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，不是任何一个男人给的，而是靠她自己选择的路，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。也许我将来会孤独终老，但我并不后悔这1年我跟着程锦墨所经历的一切。你没有参与过，所以你并不知道这其中的经历。跟着我，你难道就不能经历了吗？陪你去收租赋税，陪你去欺压百姓，还是陪你去坑害刘家？我做不到。那不全是我做的。可你就在旁边看着，不是吗？你眼睁睁地看着全无县的百姓受苦，你难道就不是帮凶吗？我终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但愿你好好记着你今天说的这句话。我要走了。一路平安。走吧。是司令，
我是带着兄弟们去劫了程家的车队，可我那是替您追赃去了呀。哎呀，据我所知，张副官可一直在税收方面包庇程家。司令，程家可是吴县最大的茶商，姓张的这么徇私舞弊，这很明显是想阻挠您的宏图大志啊。张子庸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税收之事，全按司令规定在收，属下不曾包庇任何一家。哟，司令，你看看他，你看他都为了程家把我打成什么熊样啊！没有钱，老子拿什么买枪？没有钱，老子拿什么买炮？革命军要是一反起来，老子拿什么打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找个人帮他好好反省反省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给他饭吃。你干嘛？司令，他要打我！司令，英明。你也是个废物，让人打得跟个猪头一样，滚出去！啊，是。子庸哥，放我进去！滚开！子庸哥，子庸哥，子庸哥。婉如，子庸哥，婉如，你怎么来了？子庸哥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你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爹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？没事，是我办事不力。我爹也太过分了，连你都做不到的事情，还有谁能办到？你平时对他鞍前马后，又是功劳又是苦劳的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要严肃军纪，要做给所有人看，不能包庇我。你别怪他。子庸哥，我今天听到了一些传言，吴县的百姓都说我爹是为了敛财，不惜烧杀抢掠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在我眼里，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，他总是把我捧在手心，怕我受一点点的伤害。子庸哥，你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，会是一个坏人吗？不是。我就知道，肯定是他们骗我的。子庸哥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求我爹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婉如，别去！我管他什么朱司令、牛司令，他们皖系已经被收编了，这扬州现在是我马永奎的地盘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亲自处理。我这宝贝女儿啊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家了？爹明日回扬州办几天事情，等回来的时候啊，把你二娘、小娘都接过来，咱们一家人啊，团团圆圆的，好不好啊？爹，你能不能放了子庸哥呀？
求你了。他可是犯了军规，爹若是放了他，爹在这军中还怎么立威啊？那爹，你告诉我，子庸哥他到底犯了什么军规？我说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这军中之事，还是不要掺和的好啊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要弄清楚，子庸哥他到底犯了什么错。他税收不力，徇私舞弊。那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子庸哥那么有能力，连他也做不好的事情，那还有谁能做好？爹，你忘了吗？子庸哥他在战场上为你拼死拼活，他这么做，肯定有他的苦衷。爹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，行不行啊？婉如啊，别的事儿爹都能答应你，但这件事儿不行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你要不答应我，女儿就死在你面前。你把刀给我放下！我不放。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跟你爹置气！子庸哥他不是外人，我喜欢他，我要嫁给他。你先把刀给我放下。婉如，你刚才跟爹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喜欢那小子？啊？嗯。我此生非他不嫁。好。好。你先把刀放下。爹答应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没骗我？爹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爹，我就知道您最疼女儿了。司令，坐。坐。打得挺狠啊！不要紧的。张子庸，你觉得你该死吗？司令觉得我该死，那我就死。我当然觉得你该死。婉如竟然为了你，对我是以死相逼。既然我的女儿想让你活着，我也不能让你死啊！张子庸，你是知道的，婉如是我唯一的血脉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日后，你若敢负了她，你这条命，我随时可以让你死上1000次、10000次。可是，你是一名军人，我说的话就是你的一切。是。明天我要回扬州几天，这边的事情都给我处理好了。
婉如的脖子受伤了，你现在回去，换身干净衣服，好好陪陪她。子庸哥，快过来，放这儿。子庸哥，子庸哥，你的伤还疼吗？没事，这么多年了，枪林弹雨，习惯了。你的伤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这个药恢复得快一点。嗯，子庸哥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听你的。子庸哥，谢谢你。是我该谢谢你才对。子庸哥，你别老跟我这么见外。再说了，我都是自愿的。你没必要为了救我，去伤害自己，我不值得。值得。为了你，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再说了，这点小伤也不算什么，有了子庸哥送的药，肯定很快就好了。倒是你，好严重啊！子庸哥，你千万不要有负担，我不需要任何的回报，你知道我的心意就好了。你看你，自己伤都没好，还跑过来关心我，是不是很疼啊？不疼。站住！站住！给我一口，要不我就弄死你！别！你这刀放下，刀放下！少爷，前面有人打劫。去看看。给我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？燕青，这位兄台受伤了，快给他包扎一下。是。姑娘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你就划了个口子，还能死？是你呀！你认识我？你绑架过我，你忘了？还有我的丫头小春风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就相识。相识你个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找你很久了。程少爷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才干这勾当。闭嘴吧你！把他给我带到衙门去。这，求求你了，程少爷，我真的是没害人，也没伤人，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，一时冲动。没害人，他都快瘸了，你还没有害人？你知道瘸子是什么感受吗？哎，那个，一码归一码，我这个伤，不是他弄的。什么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做查尔斯·阿尔伯特·蒙巴顿·温莎。你们可以叫我查理。我这个伤是从山上掉下来摔的，不怪他，他就是饿，他跟我抢吃的。你什么名字这么长啊？我，查尔斯·阿尔伯特·蒙巴顿·温莎。
你爹妈干嘛给你取那么长的名字啊？这位先生，因为我是洋人。你不就有自来卷吗？还洋人？喂，我可是有英国皇室血统的。张麻子，你那个老大宋老三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，你怎么混成这样？丢不丢人？我呸！就他给人当狗腿子，净干些生儿子没屁眼的事儿。他混得再好，我也看不上眼啊！呦，你这还50步笑100步呢。最起码我是专挑看上去不抽钱的人下手，我从来不欺负穷人。What? Are you kidding me? 有钱人招你惹你了？我这些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我就看不起你这样人。拿点吃的给他。张麻子，以后做个好人吧，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了。多谢，后会有期。后会什么期啊？快走吧。你一个大男人至于吗？就这么点伤？谁说男人就不怕痛的？我们家少爷可能忍了。亚少爷，他皮厚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少爷。哎呀，不说了。好了，这位兄台，我看你这伤口也包扎好了，我们还急着去上海，就先走了啊。啊？哎，那个，你看啊，那个我也去上海，正好我们顺路。我腿有伤了，不方便走，要不然你们带我一程吧。你这个人怎么得寸进尺啊？我们帮了你，你还要赖着我们。俺来就是上海呀，你们到了上海，也需要找向导的吧？算了，我看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燕青，去把后面的板车收拾一下。是。净吹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丫头不会说话，你别介意。没关系。多谢这位先生和太太相救。这样，我去看看他。啊，我们不是，我帮帮你啊。走吧，这位太太。程景墨，走吧。来，这里这么奇葩。往里走。你不会是打更的吧？我看到没？查尔斯公馆，这是我家。但是那上面明明写的查尔斯，但你不是叫查理吗？查尔斯呢是名，查理是昵称，就像你叫燕青，你是不是也有小名啊？他当然有啊。他的小名叫傻丫头。少爷，我才不傻呢。哎，如果一个男人喊你傻丫头，那就说明这个男人啊在夸你可爱。是吗？当然了。那燕青错怪少爷了。走，这边请。夫人，那个，你说真心话，燕青真的可爱吗？当然了，你不可爱，还有谁可爱啊？哎，还不错吧？这都是我一个人做。好漂亮啊！是吗？来，你看这里边请。夫人，你看那个画，那个上面有个长着翅膀的大胖小子，好可爱呀！查理，那是你们家小孩吗？
没有，那幅画呢叫做油画，长着翅膀的呢是天使。我还是单身呢。油画，是猪油蒙了的画吗？燕青，不懂你就别瞎说了。对了，查理兄，你看我们这歇也歇了，该喝的也喝了，外面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坐，坐，听我说。你们看，不如你们今天就住这儿吧。你听我说，你看我这儿，房子够大，更重要的，你们不是来卖茶的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在上海论商贸，我可是行家，可以帮你们参详参详。再说了，在商贸街，我还有一家自己的洋行，可以帮你们卖嘛。你们的茶放到我这儿，反正你们也不亏。不过查理兄，我们这确实也是第一次来上海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以后还多有叨扰了。哎呀，景墨兄，你就太客气了。太好了，少爷就和查理住，我就和夫人住一间。你这个傻丫头，嫂子当然和景墨兄。你才傻呢！你个大傻子！少爷是少爷，但夫人是我们老爷的夫人，差着辈分呢。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你们俩在一起，太像 couple 了。couple 是什么意思啊？不重要。哦，对了，我得先去安排一下工人和货物，一会儿再回来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我也去。哎呦，不行了，腿疼。哎呦，燕青小姐，你帮我留下来换药吧。也好，燕青，你看查理兄伤得这么重，你就留下来照顾他吧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行。来，为我们相识干杯。来。景墨兄，你对阮秋水是不是有一点儿？果然啊，你看得出来啊？当然看得出来啊。你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。哎，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对我有没有意思啊？对你也有，只不过藏得比较深。真的？你看得出来他对我也有意思啊？他对你的感情呢，很微妙，很忧伤。你若是回应他的时候呢，他又退去。可是，当你不回应他的时候，他就继续忧伤。唉，好辛苦，好难过，好喜欢，但是却没法靠近。是啊，我连个爱他的身份都没有。要我说呀，他跟你爹不是没败完堂吗？再说了，一开始是你追的他呀，要说也是你爹插了一脚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啊，燕青都告诉我了。金墨兄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呢？偷偷的。亏你想得出来，秋水可不是那样的人。就算我们俩有意思，传出去了，他还怎么做人呢？在无锡那种地方，还不得被唾沫星子给淹死？再说，我们程家家风可是严得很。只是可惜你爹不在了，不然把他休了也挺好的。我爹可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，要是我爹还在的话，一定会放他走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没想过带他远走高飞，不过他怕我被别人耻笑，更怕我们程家蒙羞。唉，虐恋，你们俩真是堪比电影情节。电影情节都是假的，可我们的人生都是真的。
按理说，你爱的人刚好也爱你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幸福？秦墨兄，要我是你，我就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。你万箭穿心也好，痛不欲生也罢，在那个当下，这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别人也许会心痛，会惋惜，但他永远不会清楚，你在那个时候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伤心。难为你了。